自后2024年9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去世之前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耶利米书第6章1节到30节。便雅悯人就得命，赶紧走离开耶路撒冷，就伫提哥仔分扫角，伫伯哈基林起火焚做信号。灾难甲严重的毁坏对北方逼我来啦！锡安虽然亲像水阁幼秀的女子，毋过我要甲你毁灭，亲像牧者带羊群，列国的君王要带军队来，伫即个城的周围扎营攻击伊。因要下令准备出战来。趁中昼，咱来去甲因攻击。有人话讲，真歹，日头得要落山，得要暗啦。起来，咱着透暝甲攻击，毁坏因的堡垒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恁着操树仔做土堆，攻击耶路撒冷。这城充满欺压剥削。应该受刑罚。井安怎冲水出来？这城嘛共款罪恶灌满，规个城拢会当听到暴力甲毁坏的声。我嘛不时看到城内有病痛甲伤痕。耶路撒冷，你着受管教，才免我甲你洗碗，互你变做荒废无人住的所在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以色列所剩的人，拢会互人掠去，亲像葡萄互人挽了了。你着亲像挽葡萄的人，手搁伸入去葡萄田，甲挽互清去。我应讲：我若甲人传达你的话，甲人警告，减有人要听，因甲耳仔读起来，无要听。因将上主的话当作耍笑，一丝仔都无爱听。毋过，我满腹拢是上主的受气，挡袂牢。上主对我讲：你着将我的受气摒伫过路的囡仔甲结规群的少年人身上。遐个翁某、老人当岁寿的，拢会互人掠去。我要互因的厝田园甲因的某，拢变做别人的。我要伸手攻击即块土地的住民。上主安尼宣告：因对上卑微的甲上有关系，拢肖像不义之财，连先知甲祭司都拢行为诡诈。我的子民受到伤害，因拢无要无紧。因讲平安无事，平安无事，其实拢无平安。因做可恶的事，减在见效，因实在有够袂见效。因话亲像别国的人，互对敌杀死。我甲因刑罚，因话完全毁灭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对伊的子民讲：恁着伫路呢注意观察，甲人问古早的路，看迄条上好的路伫倒位，就去行。安尼，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。毋过因讲：阮无要行迄条路。上主阁对因指派守望的卫兵，叫因着听扫角的声。毋过因讲：阮无要听。所以上主讲：列国啊，听咧；见证人啊，着观察，看因会拄着甚物代志。大地啊，听咧！我要互这人民受灾难，这是因干鬼鬼的后果，因毋听趁我的话，拒绝我的律法。因献示巴的乳香互我，带真远的所在出产的菖蒲来互我，
我则无咧稀罕。恁的烧法者，我无要接纳；恁的成礼，我无欢喜。所以，我要甲潘家石下伫遮的人民的头前，互爸甲囝做下跋倒，互厝边甲朋友拢灭亡。上主安尼讲：有一个民族要对北方来，有一个强的国家对真远的所在准备要出征。因夜景夜枪残忍无情，因的声亲像海涌哗哗吼。錫安的子民啊，因骑战马，团结同心，排阵要攻击你。要杀冷的子民讲：阮听到因的消息，手拢软落去，阮非常痛苦，亲像产妇伫催阵。毋通出去野外，嘛毋通走去过路，因为一四过有武装的对敌，拢真恐怖。上主对伊的子民讲：着穿满衫喜服，着亲像死孤囝大声哀哭，因为残害性命的会忽然来攻击恁。上主对耶利米讲：我要互你伫我的子民中间，亲像鉴戒师，亲像考察官，评判考验因的所做。因亲像虫甲铁，遐尼固执陪伴我，造谣惹代志，规个腐败了了。人大力摇风柜，炉的火兄搁较严，甲盐烧羊，炼了搁炼，毋过拢无采工，因为因的邪恶拄袂尽，亲像盐的杂质，扬袂掉。因为互人叫做无价值的云，因为上主已经甲因点迄角。气煞之前，真侪人伫阅读规本圣经以后，常常会归纳出一种结论，就是旧约中的上帝，若像非常严厉，袂讲袂笑，甚至有某种程度上残暴不仁。袂容允宽待罪人。检采咱阅读耶利米书到今，也会有相款的感受。毕竟对册卷的内容来看，大部分是指控犹太百姓犯罪的严词，以及有过在的临教的凶言。到伫今仔日，咱所读的经文，通知。上帝对以色列人最终的态度，竟然是要完全弃绝因。检采搁较加深某一寡人心中掠做上帝是暴君的形象，因为安尼搁再产生下面的疑问：上帝本质敢毋是疼？为什么伊会气杀人，要甲人消灭呢？上帝敢毋是永远袂放弃的神？为什么伫遮？袂当忍耐到底，敢讲人因为犯罪就爱陷入永劫不复的境地？会产生这个疑问，实在是人之常情。毕竟人对上帝认捌，难免会将家己的经历甲认识的人物投射伫上帝的身上。总是咱若详细阅读。思想今仔日的经文，就会发现，上帝毋仅袂公平自用、暴躁易怒，反倒互背逆的犹太百姓百般的机会，希望因会当悔改。可惜上帝的好意却始终无受认真看待，就亲像用小小的面污点伫冷冷的尻川皮，譬如讲。耶利米书第6章第8节讲到，上帝希望用耶路撒冷人对苦难中汲取教训，免得上帝放杀因。10节呼吁因爱信奉古老的善道，也就是律法的教导，搁行踮即中间，就会当得到平安。
但所得到的回应是：我毋行迄条路。17节讲到，上帝指派守望者提醒因留意听警报的哨角声，所指的就是先知和预言，因却回答：阮毋听。第27节讲到，上帝设立耶利米做试金者，若像提炼金属一般，考验以色列人是毋是真纯。作业结果却是人大力摇风柜，炉的火兄搁较严，甲盐烧羊，热了搁炼，毋过拢无采工。致使因为因的邪恶拄袂尽，亲像盐的杂质扬袂掉，伫以色列人安怎劝都劝袂听的情形下，上帝只好选择放弃因，亲像放杀祭带。对这来看，少年上帝宣称是伊主动放杀，实际上却是犹太百姓背弃上帝。因为无论上帝安怎挽回甲好话相劝，因自头到尾拢是带着同款的拒绝态度。因为安尼，对基督徒来讲，咱大可毋免神经地担忧上帝对我的态度是毋是放弃的状态。相反的，咱应该坚定信靠上帝，相信伊的慈爱甲信实。此外，活踮伫罪中受恶行捆绑的咱，应该问更较关键的问题：我是毋是愿意回应上帝的邀请，重新返来到伊的怀抱，认真过着甲主同行的生活？默想，上帝的形象伫我心中是毋是偏往慈爱怜悯，还是残暴不仁？上帝的形象伫我心中是毋是偏往慈爱怜悯，还是残暴不仁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信实的上帝，愿你的慈爱软化我的背逆，互我甲你的关系无搁再疏离，因为我看见你始终无放弃，耐心等待我回转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